做歌人 podcast 第一集啊！你好，我係 Mixodus Music Production 嘅 Robin。咁其實咧 podcast 嚟講，我自己都想做好耐嘅，因為我自己咧都幾成日咧嚟到聽 podcast，無論係關於音樂又好，或者唔關於音樂啦。咁我自己覺得喺即係 podcast 入邊，其實真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嘅。咁同埋我真係成日即係揸車啊，或者塞車嗰陣時候啊，或者即係跑步啊、踩單車嗰陣時候咧，一啲即係你隻眼同埋你隻手係要做其他嘢嗰陣時候咧，齋聽 podcast 咧係一個真係幾好打發時間，或者真係一個幾好學習嘅一個機會咁樣。咁所以啊，真係我自己好想咧，可以即係藉著 podcast 嘅形式啦，可以喺入邊嚟到分享更加多，特別係關於即係做音樂啊、做歌啊嘅嘢嘅咁樣。咁啊，顧名思義啦，呢個 podcast 咧做歌人啊，無論你係即係想做一啲嘅 cover 歌啦，或者係想做 demo 歌啦、原創音樂啦，總之係做一啲歌出嚟嘅時候咧，希望喺呢個 podcast 入邊咧都可以俾大家一啲即係有多少少營養嘅嘢嚇，咁喺入邊咧都係可能我都會分享多啲關於即係啲譬如即係編曲啊、混音啊，或者甚至乎作曲啊、填詞啊嘅嘢，咁同埋咧即係希望啦都可以咧第日會即係請到一啲嘉賓上嚟啦，嚟到分享一啲即係音樂製作啊，或者甚至乎彈音樂啊、夾 band 啊、整音樂嘅嘢啦，咁啊希望可以喺即係呢個少少時間俾大家咧都可以拎走啲嘢嘅嚟到可以俾你即係你整音樂嘅時候咧，都可以即係可以整得好少少，可以俾咧整得專業少少咁樣。咁啊，另外啦，如果你 follow 我呢個 Mixodus Music Production 呢個 channel 咧，follow 得耐嘅時候，你都知道啦，我每一個月咧都會咧 host 一次嘅 live Q&A 啦。特別咧，如果你係我線上課程學員嘅時候咧，每一個月一次。咁啊，如果你唔係我線上課程學員嘅時候咧，其實係隔個月咧我都會公開咧呢個 live Q&A 出嚟嘅喺 YouTube 上邊，咁啊可以俾大家 live 嘅形式。如果有一啲關於音樂嘅問題啦，音樂製作或者係即係總之係關於音樂啊，無論係器材啊、軟件啊、硬件啊、一啲樂理啊，種種一啲關於音樂嘅問題咧，如果係喺我範圍之內咧，都希望可以喺 live 嘅形式咧，都喺入邊咧嚟到去即係解答大家嘅問題咁樣。咁同埋啦，如果真係大家冇問題嘅時候咧，我都會係即係我喺即係呢個 live Q&A 入邊咧，都係特定咗咧每個月都係有一個唔同嘅主題嘅。咁喺入邊咧，我都會即係分享下一啲關於呢個主題嘅一啲嘅嘢啦。咁希望都係可以俾大家吸收多啲嘅。咁同埋即係我喺呢個 podcast 咧，我都會希望咧係剪輯。即係喺我 live Q&A 入邊嘅內容啊，因為即係始終唔係話太多嘅朋友咧喺 live 入邊嚟去參與，咁所以咧希望咧都可以剪輯翻一啲關於即係呢個 live Q&A 入邊有用嘅嘢啦，擺喺呢個 podcast 入邊啦，去俾大家喺即係呢一個少少嘅時間咧都可以即係聽到一啲關於咧音樂製作實用嘅一啲嘅知識咁樣。咁啊嚟緊啊第一集啦，呢一個嘅 podcast 咧呢一集咧都會講即係都會攞翻我之前嘅一個嘅 live Q&A 嘅內容嘅，就係咧個內容咧個 topic 咧就係從 demo 歌去到咧專業嘅歌曲。咁啊喺入邊我都係分享咗唔同嘅音樂製作步驟啦，包括咧即係作曲啊、填詞啊、編曲啊、混音啊、mastering 啊，一啲即係 hands on 一啲關於呢一啲嘅步驟一啲嘅tips 啊，或者有啲經驗啊，咁希望可以即係大家如果真係要整歌，特別即係整自己嘅音樂嗰陣時候，原創音樂嗰陣時候，喺每一個步驟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咁我喺即係嗰個嘅 live Q&A 都有講過嘅咁樣。咁啊，因為咧嗰個 live Q&A 其實都幾長嘅，個幾鐘咁樣。咁我都會咧將到嗰個嘅 section 咧應該就係斬成兩橛咁樣擺喺呢個 podcast 入邊。咁啊嚟緊以下落嚟咧第一集啦，都係講一啲關於咧整歌即係整你自己嘅原創歌曲開頭嘅步驟，特別咧好大篇幅咧都係講關於作曲嘅。咁啊作曲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幾 subjective 啦，一個幾即係主觀嘅一個步驟啦。一首歌好唔好聽，每個人咧都有唔同嘅解讀嘅。咁但係當你嚟到去作曲嘅時候，有啲嘢咧真係需要咧嚟到注意一下，檢視一下你首歌咧係咪即係有 potential 嚟到去繼續咧嚟到去即係做
以後落嚟，譬如即係編曲啊、錄音啊、混音嘅步驟咧咁樣。咁啊喺呢一個 Live Q&A 咧都係即係幾詳細嚟講嘅。咁即係希望咧可以俾大家咧即係 get 到一啲比較咧實用嘅嘢喺入邊。咁同埋啦嗱嗰一節嘅 Live Q&A 一開始咧，其實都係答緊一啲關於即係現場觀眾嘅一啲問題嘅。特別有一個問題咧，都我覺得係即係幾值得大家嚟到去聽聽，就係咧究竟如果你係即係整 demo 嗰陣時候，你嗰首歌咧係去到咩程度，製作到咩嘅程度，咩嘅 level 先至係可以話係合格嚟到係俾一啲嘅唱片公司嚟去聽咧咁樣。咁其實呢個問題都幾好嘅，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即係一開始嚟整歌咧，即係大家唔係話太有一啲即係混音啊或者編曲嘅技術，你都係想就咁作一首歌，可能即係等俾唱片公司，可能睇下佢哋中唔中意。如果佢中意嘅時候咧，就可以發佈俾一啲嘅歌手嚟到去繼續嚟到去即係製作啊、編曲啊、混音啊咁樣。咁究竟你嗰首 demo 咧要去到咩程度咧，先至係即係唱片公司先至話可以收貨咧咁樣。咁啊呢個問題都幾好嘅。咁啊喺呢個嘅 Live Q&A 入邊咧，一開始我都用咗幾長嘅時間嚟到去解答。咁希望咧，如果你有同一樣嘅問題嗰陣時候咧，呢一節嘅呢一集嘅podcast 咧都可以解答到你嘅問題嘅咁樣。咁好啦，事不宜遲啦，進入去咧我嗰個嘅內容入邊啦。請問香港行內可以發給版權公司考慮嘅 demo 應該做到咩嘅標準？需要混好音嗎？嗱呢樣嘢咧好問題嚟嘅。香港行內即係可以即係俾啲版權公司考慮嘅 demo，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發 demo 俾 label 啦，俾 label company 嗱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唔係淨係香港嘅。我覺得全世界都係咁。呢個我已經以下分享嘅嘢咧，都係即係我聽好多即係國外即係特別美國嘅一啲 podcast 啊，或者睇書睇，我成日都講嗰本書嘅啫，關於 music business， 即係本外國嘅即係嘅 music business 嘅一本書。嗱，佢其實好多時咧都講到咧，而家嚟㗎，以前嚟講咧，我可以其實以前都可能十幾年前啦，當即係可能零幾年或者一幾年嘅時候，20零幾同2010幾年嘅時候咧，發嘅 demo 咧可以係好 rough 嘅嚇。你甚至乎即係再之前咧，如果發 demo 俾label company 咧，你嘅 demo 啦幾句就有齋琴咧都可以話收貨嘅。但係咧而家呢個年代啦，即係去到2025年啦，而家個 demo 淨係 send 俾label company 淨係得啦幾句，淨係齋琴齋吉他，可以話接近0個 percentage， 接近0個 percent 咧會俾 label company 咧會即係選中你首歌嘅。除非你係已經係 establish 咗個名，即係譬如你係即係已經有唔同嘅作品，已經一啲大明星啊，或者係即係大嘅 label 已經係用過你啲作品，你就咁 send 個啦幾句好 rough。淨係齋琴齋吉他幾個 instrument 咁樣 send 出去，其實冇問題嘅。但係嗱，如果你係一個唔知名嘅，你係一個就咁一個普通嘅，即係未係 establish 咗嘅一個嘅音樂製作人，你想 send demo 去 label company 咧，而家嚟講咧，其實咧係需要係盡量做到真係好似已經係出版嘅 level 嘅。點解咧？其實而家即係音樂製作嗰個門檻咧，其實係低過以前好多啦。而家其實基本上，而家嗱呢幾年仲要有埋 AI 嘅時候咧，你如果嗰首歌係超級 rough 嘅，你如果用過你把人聲嚟到做 melody， 你係 send 俾send 俾 label company 嚟到去想俾歌手嚟到唱 demo， 即係希望佢哋錄用嗰陣時候咧，最少。其實都係真係要係已經去到發行級嘅 level 嘅聲音，先可以真係可以話俾人哋聽到係比較 impress 人哋。咁而家即係音樂製作門檻低咗咁多，你無論係即係音樂製作嘅器材啦，你學到音樂製作嘅技能啦，即係用而家即係音樂製作軟件，其實譬如你而家唔識打鼓嘅，唔識彈吉他，唔識彈琴嘅，而家有非常多嘅 plug-in 啊，非常多嘅一啲工具可以俾到你，就咁即係有埋 AI 嘅時候，就咁 prompt 一句兩句已經係可以即係彈到好似一個真嘅樂手嚟到去錄嘅時候，如果你個 demo 唔係咁重視你嗰個嘅製作，
去到一啲真係 A&R 啊，去到真係一啲揀 demo 嘅人嘅手上面嗰個耳仔嗰度嘅時候，如果你首歌係走音嘅，如果你首歌係冇乜即係冇乜嘢好聽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好難嚟到去叫到一啲即係唱片公司係聽得入耳啦。你首歌嚇，而家即係特別，即係頭先都講過，而家特別 AI 咁流行嗰陣時候咧，就算唔係 label company， 唔係就算唔係唱片公司嚟聽你首歌啊，就算即係你譬如你自己當你自己係一個聽眾，就咁 Spotify、Apple Music 又好，你去 stream 一啲你唔識嘅呢個歌手嚟到去聽佢首歌，其實你嗰個 attention seeking 嗰個時間咧，可以話係幾秒嘅啫。即係你聽一首歌係唔識嗰個人，或者係即係完全未聽過嗰首歌，完全未聽過嗰個歌手嘅歌，你係可能聽10秒咧。如果你唔啱聽咧，你都已經會 skip 咗一首歌嚇。咁所以如果去到一個唱片公司個位，你諗下，即係個 A&R 可能一日可能要聽幾百首歌嗰陣時候，你嗰首歌係好 rough 嘅，冇乜編曲，完全個 mixing 係未完全係唔係去到嗰個 level 嗰陣時候，佢哋會唔會花10秒，會花20秒嚟聽你首歌？其實如果真係你個 quality 未去到嗰個 level 咧，都一定會 skip 你首歌，係咯。即係如果你係一個聽眾嘅時候，佢就咁 Spotify 聽歌，你都係10秒已經 skip 咗首歌嘅時候，去到一個 A&R， 佢日日都會聽幾百首即係新歌嗰陣時候咧，如果你首歌真係冇去到一個即係發行得嘅標準，包括編曲、包括混音，其實真係可以話渺茫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就算你嗰個音樂製作嗰個目標係淨係想我想發啲 demo 去唱片公司嘅時候，其實都要去嚟到去做到你首歌係去到發行級咯。真係要係，譬如去到 Spotify， 你真係要去 compare 到一啲流行曲，或者係一啲即係唔好話即係流行嘅歌手，唔好話即係頂級啦，或者即係 Mirror 啊，或者張敬軒個 level， 你去到一個 indie 發行級嘅 level，都已經係足夠嘅嚇。咁但係即係講到真係有發行級，真係你譬如你嗰個首歌係有少少嘅 intro， 你 intro 真係要 mix 或者係真係要度下你嗰個嘅即係編曲係點樣可以吸引到人哋繼續聽落去。其實而家編曲咧，應該我都會講編曲嚟講咧，最而家唔係話即係編曲去到咩 level 先話係即係可以話係過關咧。你要記住一樣嘢。而家嘅編曲咧，係需要你喺每時每刻，可能每個巴或者每一拍，你都係要諗下有啲咩嚟吸引到你嗰個嘅聽眾嚟繼續聽你首歌，或者係即係最低限度就係吸引到個聽眾唔好 skip 你首歌。呢個就係而家個編曲最基本最門檻嘅一樣嘢啦。咁啊諗到，譬如你首歌係真係需要係有編曲，或者真係要去即係抌去唱片公司嘅時候，譬如前邊係可能有5秒、有7秒嘅 intro， 你起碼嗰個 intro 你都要諗下點樣喺嗰7秒入邊，每一秒都係俾人哋有嘢聽嘅。如果即係有7秒嘅 intro， 淨係一個琴彈嗰4個巴，噔噔噔噔，跟住第二個 chord，噔噔噔噔。蹬咗8下嚇，你首歌譬如係60 BPM 嘅，咁即係60 BPM 8下2個巴，咁即係已經8秒啦。呢個8秒入邊，你淨係彈嗰個琴嗰個 chord 咧，可以話係超級悶嘅。你要諗下點樣嚟到吸引到人哋繼續聽你首歌咯。如果你係想要發行俾即係發行出嚟俾人哋聽又好，或者係俾 A&R 聽，即係起碼係要吸引到去繼續聽你首歌。而家嚟講嗰個 melody 其實咧，可以話唔係話太重要。即係好多時，如果你嘅 melody 真係非常好聽，但係你成首歌係一開始係悶嘅嚇，你嘅 melody 去到 chorus 係非常非常正，咁但係前邊又係悶嘅，咁其實已經係即係集咗好多人嚟到繼續聽你首歌。咁所以而家嚟講，無論你嘅目標淨係整 demo 又好，或者你嘅目標已經係去到要去發行自己嘅音樂都好，其實一樣嘅目標就係俾你首歌係盡量去到一個發行級嘅級別。呢個係即係所有音樂而家即係 bedroom 或者係即係 home studio 所有音樂製作人要做到嘅嘢咯。OK， 時代變，以前嘅 demo 唔使編曲，而家越 raw 越好。而家唱片公司揾人製作，其實都係嘅，因為咧即係頭先都講過，而家嘅門檻咁低嘅時候咧，當你自己有 A&R 或者當你自己係唱片公司，
你收 demo，如果你真係想要去整嘅時候，你係會揀一啲已經成熟咗嘅歌去俾你嘅歌手嚟去唱啊，定係揀一啲非常 raw 嘅歌，完全係即係淨係得齋琴齋吉他啦啦啦幾句出嚟，又冇做過 tuning， 又冇編曲，即係你都會俾一啲比較即係成熟咗嘅 track 俾你嘅歌手嚟聽，即係叫佢嚟到去唱噶嘛。你如果係中間個位啊，你 imagine 你係一個 A&R， 你係揀歌俾你歌手嚟到去唱嘅，咁你個歌手都要揾住一啲嘢，攞住首歌嚟到去練習佢去唱，係咪先？你係一個 A&R， 你都會抌啲成熟咗嘅歌俾你嘅歌手啦，你唔會抌一首真係你個 melody 仲係未 tune 嘅，你啦啦啦幾句拉咗個 melody 出嚟，但係你個啦啦啦咧都係走音嘅，或者你個編曲你係諗你 imagine 唔到你首歌係究竟係要係 rock 啊，係 pop rock 啊，係要 jazzy 啲啊，定係點樣嘅？你都係要俾一啲成熟咗嘅，即係完整少少嘅一啲歌俾你嘅歌手噶嘛，係咪？咁而家嘅門檻咁低嘅時候，其實真係無論你嘅目標係淨係做 demo 敵又好，定係即係你自己發行你自己嘅原創歌曲，你都係需要去嚟到學習點樣嚟到盡量整到你首歌係真係起碼真係見得人啊，起碼真係見得人出得街，你先可以即係可以話過骨啦。咁呢個係我少少嘅一個意見啦。咁所以嗱，你即係我自己嘅線上課程啦，都有編曲啊，有音樂製作軟件啊，有混音啊。頭先講個門檻咁低嘅時候咧，而家有非常多嘅一啲嘅 tools， 一啲嘅工具係喺編曲嚟講，你真係呢個除咗話即係 AI 你 prompt 幾句，你可以有啲 idea 嘅時候，你其實譬如而家 Logic Pro 入邊自己嗰個 session player 都有唔同嘅樂手可以俾你真係即係撳 prompt 幾句啊，咁你就可以即係得到你就算唔識打鼓、唔識彈 bass、唔識彈其他嘢嘅時候，佢都話有個 session player 可以即係自己整啲嘢 AI 嘅樂手嚟到去幫你嚟到去編曲啦。咁啊，當然你都有要少少技術嚟到去即係諗邊啲位錯啊，邊啲位係有啲嘅特別嘢啊。咁另外譬如混音，其實都有非常多唔同嘅一啲 AI 嘅工具啦，或者喺直情喺多入邊喺音樂製作軟件入邊嘅一啲嘅混音嘅 plugin， 其實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一來 preset 啦，二來就係一啲即係直情 analyze 你嗰段叫 track， 跟住就去即係俾一個好簡單嘅一啲嘅混音嘅 effects 俾你條 track 啊，或者係一啲好多即係而家好多好興嘅即係 one knob 嘅一啲嘅 plugin 啊，即係一個效果淨係得一個掣嘅啫，就俾你扭嗰個嘅效果嗰個份量咁樣。即係其實好多呢啲嘅工具咧，都係可以好俾你好容易嚟去做好你嗰個嘅混音嘅。喺我嗰個嘅線上課程，特別我混音線上課程咧，都好完整咁嚟到去即係講解點樣嚟到去整到一首歌。如果你係自己做音樂嘅，甚至乎你係要接 job 嚟到去俾人即係做人哋嘅混音師嚟去混人哋首歌嘅。俾大家嚟到知道成個混音嘅程序，其實即係而家嘅混音可以係好簡單嘅，唔好諗得係好複雜，即係要去推好多嘅掣啊，撳好多嘅掣啊，有啲條線駁嚟駁去啊。其實而家唔使嘅，好多時候都係用到好多一啲好簡單嘅工具嚟做好混音。即係而家做混音咧係非常非常之容易嚟到去做得好，同埋個門檻係非常低，咁可以話。而家自己整音樂咧，真係需要自己裝備自己，點樣嚟到去整到自己首歌，盡量係發行級嘅級別嚟到去俾人哋係出得街見得人嘅。咁啊，無論你係想嚟到去抌去做 demo 又好，或者係自己發行都好，都需要嚟到去完整咁嚟到學習點樣嚟到去即係整好你首歌咯。OK， 咁啊嗱，其實呢個都係關乎到而今日我所講嘅嘢嘅。今日都係想即係俾大家知道，即係點樣可以係即係整 demo 去到真係即係專業發行，即係去到一個做到自己發行嘅一個音樂嘅級別咧。咁其實今日咧，其實我哋想講嘅嘢分兩 part 嘅。第一 part 咧就係一個簡單嚟講成個嘅即係音樂製作嘅流程啦。我見過喺 Thread 嗰度有啲人問，即係成個音樂製作嗰個流程，或者係唔係好清楚，即係譬如作曲同編曲嘅分別啊，即係混音啊、mastering 啊呢啲嘢。咁我第一個環節咧，第一部分咧都想即係好簡單嚟到講成個嘅程序係有啲乜嘢嘢。咁啊去到第二個
part 第二個 part 啊，即係後邊嗰 part 咧，都想講咧，關於一啲每一個步驟、每一個流程，一啲我自己覺得有啲嘅咩嘅小技巧啊，一啲咩嘅嘢需要 avoid 啊，或者係啲咩嘅常見問題啊，甚至乎一啲我覺得係即係我自己啊，我自己覺得我喺嗰個嘅部分入邊，我突然間醒覺。即係 click 嗰下係啲乜嘢嘢咧？即係嗰個醒覺就係、即係我即係知道咗呢樣嘢，我突然間好似做得好咗咁樣。即係呢啲嘅 moment 係啲乜嘢咁啊？可能喺後邊嗰 part 咧，我都想即係分享下嘅。OK， 喺成個嘅音樂製作嘅過程咧，無論係即係一啲專業嘅出邊流行曲啊，或者就算係你自己係 home studio 你自己整音樂嗰陣時候，其實都離唔開呢可以話呢5個嘅流程啦。嗱，分別係咩咧？分別係作曲同填詞啦。咁呢個可以話係即係其中一個非常之即係開頭嘅一個流程啦。咁填詞又非常之可以話冇嘢講，因為我自己唔係填詞嘅，我填過詞，但係我填詞唔叻，我一定呢個步驟我一定會揾人做嘅。咁但係嗱，作曲嚟講咧，其實有啲人咧會即係混淆咗，其實作曲咩係作曲，咩係編曲咧咁樣。其實作曲咧嘅意思咧，即係淨係指咧一首歌嗰個 main melody 啫，即係個最主要嗰個主旋律啦。咁而家嘅歌，即係大部分嘅99%你聽到嘅歌咧，都係一啲有人聲唱歌嘅歌啦。好似話即係齋聽一啲 instrumental 嘅，而又冇人聲嘅歌啦。咁可能你係即係睇戲啊，或者係睇動畫啊，咁你又會多接觸一啲即係齋音樂冇人聲嘅一啲嘅歌。咁但係咧，而家即係整音樂啦，我哋即係 home studio 或者即係出邊唱片公司啊，通常99%嘅歌咧都係有人聲嘅。咁啊有人聲唱嘅嘢咧，而且係主要嗰個歌手唱嗰個 main melody， 主要嗰個旋律咧就係作曲嘅。所有嘢如果唔係嗰個人聲，唔係嗰個主音，或者甚至乎即係和音啦，即係和音都可以話係編曲嘅一部分。咁但係即係如果唔係嗰個主旋律唱嘅嘢咧，全部都唔係作曲嘅範圍嚟嘅嚇。即係所以作曲嚟講咧，淨係指咧嗰個 main melody 嗰個主旋律嘅啫嚇。咁其實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作曲嚟講咧，可以話係成個音樂製作嘅即係開頭啦。另外作曲咧，可以話係成個音樂製作咧最簡單嘅一樣嘢嚟嘅嚇。但係唔好 get 錯嘅意思，呢樣嘢咧雖然係最簡單、最容易、門檻最低，但係咧呢樣嘢咧都可以話係最難拿捏或者最難咧做得好嘅一樣嘢嚇。咁啊，點解我話最容易咧？其實即係你要諗下啦，以之後嗰啲嘅程序，之後嗰啲 procedure， 其實即係譬如編曲啊、混音啊、mastering 啊，或者即係發行啊，呢啲係全部嘢咧。第一需要多啲嘅金錢嘅，即係你編曲需要起碼買樂器啊，你要買電腦，買即係音樂製作軟件啦，錄音亦都係啦，買咪啦，或者你混音你都要個。即係混音器，或者而家我哋喺個音樂製作軟件入邊買唔同嘅 plug-in 啊，要知道點樣嚟到去即係用啊。咁啊 mastering 啊、發行呢啲，即係你都要有前期做咗嘅嘢，你先可以做到。咁但係作曲係即係第一樣嘢嚟去做嘅時候，而且其實作曲咧可以唔使用任何嘅 tool， 唔想用任何嘅工具嘅。你諗下，你有把口，你識哼兩句，你聽慣歌，你哼兩句，即係一個3歲小朋友，你都可以自己哼到啲嘢出嚟，都可以話一個作曲啊。咁所以其實作曲個門檻可以話係成個音樂製作最低嘅一樣嘢啊。你填詞你都起碼要識得嗰個詞，你填詞你都起碼要識得嗰個文法啊。即係你需要識得，你譬如你作首廣東話嘅歌，你都要起碼先要識講廣東話。你作曲係唔使嘅，你作一首 hip hop 又好，作一首 J rock 又好 ，Canton pop 又好，你哼到出嚟，你就算唔係香港人，唔係日本人，唔係即係唔識英文嘅人，你都可以哼到一首歌俾唔同嘅 genre 嘅人嚟到去繼續佢以後落嚟嗰個音樂製作。咁你即係有把口，有個腦，你喺度，你已經識得去作曲。咁但係即係呢作曲可以話係一個最容易嘅一個步驟。咁但係即係作得一首好曲咧，
可以話係一個最難嘅一個步驟，因為即係你可以好簡單哼到一首歌出嚟，咁但係你要知道入邊其實係有唔同嘅音樂類型，或者係即係就算係傳統或者 classical 嘅音樂又好，或者係流行曲又好，甚至乎即係 hip hop 啊、EDM 啊，或者係 rock 啊，即係每一個音樂類型其實入邊都有唔同嘅，即係可以話樂理啦，或者係可以話係一啲嘅即係一啲技巧喺入邊，喺作曲入邊咧已經係諗嘅，而且喺作曲嗰陣時候佢都要即係其實有一啲嘅樂理嘅嘢你需要去注意。最簡單啊，即係你首歌你首歌係一首大調嘅歌啊，定係小調嘅歌，即係一首 major 嘅歌定係 minor 嘅歌啊？你如果係做一首 hip hop 嘅，或者係做一首 rock 嘅歌嘅，你係要起頭，你係已經係要係一個用啲咩 mood 嚟到去入到你首歌。你首歌係譬如係 dark 啲嘅，係啲 gothic 啲嘅一啲嘅 alternative 嘅，你就會即係用一啲 minor 嘅 scale 嚟到去做你首歌。咁你作曲嗰陣時就會係作啲嘅 minor 嘢，即係擺啲嘅 minor 嘅 melody 喺你嗰個嘅旋律嗰度，即係去到再深究少少，你首歌 scale 啊，或者係一啲特別啲嘅元素啊，轉 key 啊，或者入邊用到即係一啲 alternative 嘅 scale 啊，咁呢啲嘢其實喺作曲嘅階段咧，其實都可以已經開始嚟諗，同埋咧，如果你可以喺作曲嘅階段已經加入呢啲唔同嘅樂理嘅元素喺入邊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喺後邊嘅階段啊，編曲啊、混音嘅階段，你都可以已經係多咗一啲特別嘢嚟到去加入喺呢首歌度。其實頭先我都講過，即係而家聽歌咧，好多時候都要 keep 住你嗰個嘅聽眾嗰個 attention 注意力。你如果真係譬如隔10秒、隔20秒已經冇咩特別嘢俾人哋聽到嗰陣時候咧，人哋係會好易嚟到 skip 你首歌。咁所以而家其實喺每一個階段都要去，即係而家每一個階段嘅意思，即係每一個作曲啊、編曲啊或者混音啊嘅階段，你都要諗一啲嘢嚟到去特別 keep 住你聽嗰個人嗰個 attention 嗰個嘅嗰個注意力咯。咁作曲其實係其中一個同埋最主要嘅一個嚟到去個 main melody 啊，係一個最主要嘅元素嚟到去 keep 住人哋聽，繼續嚟到聽你首歌。咁所以如果你首歌嘅你係 major scale， 所有音都係 keep 住喺嗰個 scale 嘅所有即係音入邊，你冇咩嘢係特別係轉到嘅，即係你冇 borrow 到其他嘅 scale 啊，你係全部都係喺嗰個 key 嘅 diatonic notes 啊，冇一啲嘅 chromatic 嘅嘢喺入邊啊。即係冇乜特別嘅嘢，其實已經係可以話減咗少少分嘅。雖然你喺編曲嘅階段或者混音嘅階段，亦都可以加啲嘅元素嚟，係譬如喺你首歌係 C key 嘅，你成首歌嘅 main melody 全部都用晒 C scale 嘅所有 note C D E F G A B 嘅，冇任何一啲嘅 sharp 啊，冇任何 flat 嘅時候，其實你都係喺編曲階段仲可以加啲嘢。咁但係如果你喺個作曲嘅階段已經加咗嘅時候，其實咧一個歌手唱歌嗰個 main melody 咧已經有啲嘢吸引到佢，或者已經有啲嘢係扯住佢，有啲張力嚟到去扯住佢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可以話係即係為你呢首歌加嘅分咯。咁所以其實作曲嘅階段咧，你係特別咧都係即係難就難在點我可以喺個 main melody 入邊已經係加咗啲嘢係俾人哋係覺得特別嚇，俾人哋覺得係有啲嘢聽。咁啊，另外啦，其實作曲其實即係除咗話個 main melody 個主旋律係即係需要吸引人之外，其實有啲嘅比較少少 technical 嘅嘢，你都係需要嚟到去諗啦。特別譬如嗰啲嘅唞氣位啦，如果你作一首歌係譬如你係彈琴嘅，你彈咗個 main melody 出嚟，有一樣嘢咧，你需要特別注意，因為你彈琴嗰陣時候咧，你可以連續彈嗰個 melody 咧，彈20秒、30秒，你可以唔停嘅。咁但係你要知道，即係 main melody 係要俾人哋唱嗰陣時候咧，係需要唞氣，需要有啲位咧係俾人哋吸氣嘅嚇。咁如果你淨係用隻手嚟去彈啲 melody 出去嗰陣時候咧，可能咧就會忽略咗一啲嘅唞氣位噶啦嚇。咁呢啲係好 technical 嘅。如果你真係拉出嚟嗰陣時就容易少少，因為你拉嘅時候，你都始終即係用個人嘅口嚟到拉嘅時候，你都始終要吸氣。咁樣即係用個人聲嚟去作曲嗰陣時候咧，就可能已經有啲唞氣位入邊嚇。但係如果你淨係用樂器嚟到去作首歌嘅曲嗰陣時候咧，就會特別需要注意啦，啲唞氣位啦，有啲嘅拉長位啦，你需要俾人嚟到去發揮佢即係佢嗰個有長音啦，或者係另一樣嘢就係 melody range 啦。人唱歌嗰個 melody range 大概喺1
1.5個 octave 至到2個 octave 左右啦，即係有經驗或者係即係唱歌好嘅歌手可以去到2個 octave 多少少。咁但係如果譬如你首歌你作曲作咗係好靚嘅，彈咗出嚟，但係你首歌係3個 octave 嘅，即係最低個音同最高嗰個音係相差咗3個 octave 嘅，可以話係真係冇乜人可以唱得到嘅嚇。無論男仔或者女仔咁樣，咁所以即係嗱，如果你唔知個 octave 即係一個琴或者係一個 scale 度去到高，即係度去到do啦，即係do re mi fa so la ti do 呢8個音，即係第一個音去到最尾個音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咁呢個8即係就係一個 octave 啦，或者即係13個 semitone 啦。如果你真係唔識樂理，都可能好難明白咩 semitone。但係即係一個 octave 即係一個 do re mi fa so la ti do。如果你首歌係去到2個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即係咁多個音嘅時候咧，係難唱嘅，而且唔係每個人都唱到嘅，或者唔即係咁講，唔係每個人都唱得靚嘅嚇。咁你呢啲嘢需要注意。如果你淨係用個樂器嚟到去度你嗰個 melody 嘅時候咧，好容易咧你會係攬多過2個 octave， 咁咧唱咧就會比較難唱啲，同埋難嚟到去唱得好嘅嚇。咁通常人都係 1.5個 octave 至到2個 octave 啦。咁如果你即係嗰個作曲嘅時候，你都要諗嗰個 range， 同埋咧每一 part 嗰個 range 啊，即係你要知道即係。一首歌有即係譬如 first pre-chorus、chorus 或者 bridge 咁樣。chorus 咧就係最澎湃或者最 catch 到人哋最激昂嘅嗰個位嘅。咁通常咧都係即係 chorus 嗰個 melody range 一定咧嗰個平均咧一定係高過嗰個嘅 verse 嘅。你唔會喺個 verse 已經嗌到最高音，但係咧去到個 chorus 咧係比前邊個 verse 即係正歌咧係低音。咁唱嗰個人咧就會好難嚟到去，即係喺個 chorus 嗰度發揮佢嗰個 energy 咁樣。咁所以你呢啲比較 technical 少少，你都需要注意，究竟你即係你嗰首歌邊個位度唞氣啦？你嗰首歌個 melody range 嗰個旋律嗰個幅度啊，最低同最高音有冇即係超出咗人嗰個極限咧？咁樣。咁另外就係即係其實作曲嚟講都要諗嘅一樣嘢咧，係嗰首歌嘅長度。嚇，咁而家嚟講，其實一啲唔係大明星、大歌手唱嘅歌，其實人哋聽嘅時候，個 attention 都係講翻個 attention， 即係嗰個嘅注意力。而家大部分嘅歌啦，其實都係喺3分鐘至4分鐘以內啦，或者甚至乎有啲歌更加短啦。咁其實你作曲嗰陣時候咧，其實都要諗嘅。你如果你係作曲，你係作咗又有 verse 又有 pre-chorus 又有 chorus 又有 bridge， 咁啊 chorus 又有 repeat 2次。其實如果你首歌係慢慢地嘅歌，譬如70或者60幾嘅 BPM 嘅時候咧，已經就咁齋唱一次，你係冇 intro 冇 music break，都已經係4分幾鐘嘅。你諗下，如果有3個 part， 每一個 part 都係有8個 bar 咁時候，計翻出嚟咧，已經係4分幾鐘嘅。咁你中間再要加個10秒 intro 啊，outro又可能有5秒啊 ，music break 可能又有4個 bar。咁其實已經超過咗5分鐘。咁所以而家嘅你其實作曲緊時候，其實都要諗埋嗰個 duration， 嗰個你首歌究竟要幾長？你有 first 有 pre-chorus 嘅。有 chorus 嘅，你要 repeat 一次嗰陣時候，你就可能要諗，我會唔 repeat 埋嗰個嘅 first 咧？即係成首歌再唱一次咧，定係淨係唱 pre-chorus， 定係淨係唱 first 跟住佢 chorus 咧？即係 chorus 嚟講，就即係每首歌都可能要係 at least 唱2次啊，係咪先？即係個 chorus， 即係個副歌就係要俾人最 catchy、最聽到。聽完你首歌，希望人哋再嗰首歌喺你個腦嗰度繼續運行。就算唔係聽緊首歌，你個腦都仲係點解好似仲轟緊嗰首歌個 melody？ 咁呢個嘅 chorus 嗰個 melody 咧就係好嘅。咁但係即係其中一個手法就係要 repeat 嗰首歌嘅 chorus 嗰個部分2次或者3次，即係 repeat 即係重複1次或者2次，即係成個 chorus 可能唱3次嘅啦。咁起碼有3次俾人哋聽嗰陣時候，可能人哋會即係更加入腦啦，首歌。咁如果你係即係要 repeat 嗰陣時候，你就要諗下你首歌嗰個長度啦。你 repeat 嗰陣時候，可能就會 skip 咗
first skip 咗或者係 skip 咗 pre-chorus， 但係如果你首歌係淨係有 first 講，可能淨係唱一次或者唱一半咁樣。如果有埋 bridge 嘅時候，你諗下個 bridge 點樣嚟拉落去嗰個 chorus。咁呢成首歌嘅長度咧，其實咧你喺作曲嗰陣時候都要諗埋嘅嚇。你唔可以話作曲我作咗個 first 係8個 bar 嘅，我個 pre-chorus 又係8個 bar， 我 chorus 又係8個 bar。咁啊，我想 repeat 成首歌 repeat。一次再加多一次個 chorus， 咁你其實首歌已經超過咗4分半鐘咧，就你喺編曲入邊咧就好難話有一個比較好少少嘅 intro 啊，或者係你中間都要俾人哋唞一唞氣噶嘛，即係可能你唱完一次，可能都會有2個 bar 俾個歌手歇一歇，跟住或者可能唔係淨係俾個歌手，即係你可能有個歌手未必真係會唱 live 呢首歌，但係你始終個觀眾或者嗰個聽眾都會歇一歇，聽下一啲人聲以外嘅嘢，可能1個 bar 2個 bar，跟住先再入一次嘅 first。咁你其實成個即係作曲咧，都係需要即係你去諗諗嗰個成首歌嗰個嘅長度嘅。我自己嚟講咧，作曲我有作曲，但係我自己其實講真，我真係唔係好中意作曲，因為作曲係一個容易嘅嘢，但係咧要去做到好咧，可以話幾難。可以話一個幾難嘅，咁所以如果你中意作曲嘅，其實 OK 嘅，咁但係即係以上所講嘅嘢，需要你即係做一注意啦，特別一啲 technical 嘢，一啲嘅唞氣位啊，成首歌嘅長度啊 ，melody range 啊，或者你首歌有冇啲嘢真係特別啲嘅嚇，哼出嚟係俾人哋 catchy， 聽得入耳嘅嚇。咁呢個嗱，以上所講嘅嘢都係比較廣東歌嘅嘢，即係比較廣東歌。比較注意到嘅，如果你係作一首英文歌咧，嗱英文歌咧或者其他語言我唔知咧，但係英文歌嚟講咧 ，melody 可以話好簡單，即係可以好重複或者好簡單，好個 melody 唔需要話好 dramatic 咁樣嚟到去變，即係英文歌係有一個咁嘅 trend 啦。如果你譬如聽唔知譬如聽 Lady Gaga 啊、Maroon 5啊，或者係即係而家流行嘅即係 hip hop 又好，或者係即係英文歌啊，你如果就咁彈個 melody 出嚟啊，你試下彈佢哋啲流行曲嘅英文歌嘅 melody 出嚟，或者即係甚至乎 Coldplay 啊、U2 啊呢啲歌咧，其實嗰個你會發覺嘅 melody 咧可以非常簡單嘅，彈咗出嚟可以話係好普通添。但係即係佢哋英文歌有嘅，即係而家英文歌吸引人嘅地方，其實唔係喺個 melody 嘅，係喺個編曲或者喺個 groove 喺嗰個嘅 rhythm 嗰度。咁所以如果你要作首英文歌，可以話個作曲可以話好簡單。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時咧，而家英文歌咧唔同我哋即係華語歌或者唔同我哋亞洲人嘅歌啦。亞洲人咧一首歌咧，通常都會咁嘅，都會作曲填詞係2個人，或者係作曲填詞可以同一個人，但係都會寫作曲邊個邊個，填詞邊個邊個咁樣。但係咧好多時咧英文歌咧都會話有陣時咧英文歌都會講 lyrics 或者係邊個 compose 啊。咁但係咧好多時英文歌咧你會見到咧係 written by 邊個人嚇，written by 一個人。咁嗰個人咧其實同時間咧都係負責成首歌嗰個作曲同填詞嘅嚇，佢有好多時英文歌作曲同填詞咧係同一時間做嘅，有個 melody 或者係有個 lyrics， 佢就哼到個旋律，或者佢就係已經講得出唱得出嗰個 lyrics， 所以係同時間進行嘅。呢樣嘢咧喺廣東話嚟講咧我覺得係需要避免嘅。有陣時 work， 但係咧唔可以話成首歌你可以同時間作曲同填詞同時進行。籠統啲嚟講咧，我係比較建議大家咧，如果係作曲填詞咧，係作咗曲先，跟住去填詞嚇，唔好話有個詞跟住先去作曲，即係唔好作詞填曲啊嚇。點解叫做作曲同填詞係有意思？即係作咗個曲，跟住填啲詞入去嘛，即係填充就係有幾個格仔你要擺啲字入去啊嘛，咁所以先話係填詞。特別廣東歌係真係好需要係作咗曲跟住先填詞，因為廣東歌冇可能夾硬塞啲詞入去個曲嗰度，如果唔係就又唔啱音，聽出嚟咧係怪嘅。OK，咁但係英文歌嚟講咧，好多時咧如果你作咗曲跟住先填詞咧，就會
變咗咧，因為有好多英文字咧係有啲好輕嘅音，即係 to 啊、the 啊、at 啊、on 啊呢啲音咧係唔會拉長嘅。呢啲音你可以食咗佢都得嘅，好多音即係食咗隻字，同一個音係包含咗 to 啊、the 啊、on 啊呢啲嘢喺嗰隻字嗰度都冇問題嘅嚇。咁甚至乎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反而更加自然添，你唔會話特別將個 the 字、將個 to 字嚟到去擺一個喺個長音嗰度，或者擺一個特別有一個音喺嗰度，咁啊反而會覺得怪。咁所以如果你係英文歌嗰陣時候，我反而建議你係個曲同詞係同時間進行會比較好少少。咁但係咧廣東話嚟講咧，最好咧都係先有個旋律，之後先有嗰個詞啦。或者即係如果你係可以諗到一個詞，可能係3個字，可能4個字，可能2個字，你係特別已經作咗嗰幾個字嗰幾個音，咁跟住圍繞佢嚟到繼續作個曲，最後尾再填翻個詞落去咧，咁都可能再 make sense。咁可能嗰個詞如果係啱音嘅，你係作嗰幾粒音係已經啱嘅，你係好 repeat 嘅，咁跟住咧之後先再諗成個曲。圍繞住佢作咗個曲，跟住先填一啲其他嘅詞。一開始嗰個詞嗰幾個字咧，可以話係你首歌個 hook line 最係搶嘅嚇，同埋甚至乎你首歌個名係已經係嗰幾個字嘅，係咁係 work 到。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成個 chorus 已經作晒詞，跟住你去填啲曲落去咧，呢個可以話即係廣東話入邊咧，你做完咗之後咧，聽歌嘅人咧會覺得你首歌係有少少夾硬嘅嚇，一定係夾硬，即係好難做得好啦。如果你係即係有咗詞，跟住先去填啲曲入去嚇，咁所以如果你係作曲填詞嘅，你真係需要係分開呢兩個步驟，甚至乎你作曲係真係揾一啲即係有經驗填詞嘅人嚟到去填你首歌，咁會比較好少少嚇。咁呢個係作曲填詞。哇！等陣先，有 comment， 廣東話有韻不同嘅韻，可能有不同嘅意思。英文轉韻，佢哋都知道係啲咩字，係啊。所以作曲即係所以填詞，所以廣東話填詞係難啦。同埋作曲廣東話填詞係真係需要係學，同埋真係有學問喺度咯。英文填詞真係你識講我覺得已經作到啊，係啊。但係即係廣東話填詞真係要學問，真係你要有一紮字嚟到去填入去，試下啱唔啱音咁樣。咁所以係廣東話嚟講，如果你唔係咁在行填詞嘅時候，你係想整一首歌，我覺得真係最好真係揾啲有經驗嘅人嚟到做填詞嚟講呢，我自己一定係俾人做，我自己都填過詞，但係我覺得係非常花時間嚟到做一樣嘢，所以我會俾人做多過自己做嘅。好啦，呢一集嘅 podcast 差唔多啦，咁啊講完咧作曲嘅嘢咧，下一集咧會繼續咧嗰個嘅 live Q&A 呢個內容嘅，就係咧關於咧譬如編曲啊、混音啊，或者即係以後落嚟咧 mastering 嘅一啲嘅嘢啦。咁啊，希望可以大家即係繼續嚟到收聽呢個嘅 podcast，可以繼續咧做好你嘅音樂嘅。咁如果大家覺得我呢一集嘅 podcast 或者我呢個 podcast 咧係有用啊、好聽嘅時候咧，咁希望大家咧可以花少少時間去 Apple Podcast 啊，或者係 Spotify 或者係 YouTube 上邊咧讚一讚好，俾一個 like， 同埋如果可以嘅時候咧，可以 share 俾大家咧，身邊真係有興趣嚟去做歌嘅朋友。咁最後啦，希望大家咧做好你嘅音樂，做好歌嘅人啦。我哋下次見。